呢一段路曾經係澳門南部嘅海岸線，更加係老一代中產趨之若鶩嘅海景豪宅。時至今日，曾經嘅海岸線已經變成5星級酒店，但係呢個住宅就好似經典歌曲一樣，未因為時代進化而褪色。佢就係我哋今集嘅主角文希閣。單位建築面積2627尺，可能因為係民根樓嘅關係啊，實際嘅感覺呢，我覺得佢係去到3000幾尺咁大㗎。再望一望出面嘅景觀，係非常之開揚㗎。啲房呢，我就唔仔細介紹，大家自己感受下啦。裝修就唔係好新，不過全部都 keep 得好好。咁因為做得呢一度嘅業主，多數都係澳門老一輩嘅中產，都係一啲高學歷、高收入、高社會地位嘅人士。雖然業主已經搬離咗呢個單位，不過每個星期都會叫工人上嚟清潔，所以屋況依然良好㗎。如果想感受富豪生活，都唔使拎幾千萬出嚟㗎，因為業主打算移民，今次嚟咗個大減價，比同類型嘅單位平咗成568萬。無論係3代同堂或者係想細屋換大屋嘅你，都值得考慮。咁正嘅單位睇遍邊個人㗎？不如讓我哋出嚟現場參觀啦！